农民种稻仔上惊去拄到稻热病，农委会和台即马有合作，伫稻仔身躯顶有找到对抗这款病基因，嘛结合高雄145号有出新的品种，名就号做台高雄1号。稻仔已经结穗，但是我过去看，一寡都已经冷去啊，敢若剩壳尔。稻热病红叫做是稻仔的瘟疫。为着真菌对稻仔的苗到穗拢有可能受害，减产30%以上。农委会和台合作，对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摕到抗病基因株，和高雄145号交配，研发出国内第一摆用分子标志的技术，种出抗稻热病的品种。我们这次挑的 PI9 这个基因呢，它表现很好，都有研究显示说它对大部分的菌株是抗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理论上是可以撑更久的时间。新品种是号做台高雄1号，产量是比一般的稻仔较少，每1公顷是减少1000公斤。农委会讲，安尼会当唔免合接去喷药啊。第一个人工减少了，成本也减少了。所以在他们来讲是有利的。农民看到抗稻热病的新品种出现是真欢喜，因为讲虽然减产，但是会当减少用药，会较好管理。他们个底下好，无人咧种咧头了，拢爱去人拜托，喷了工人少，拢爱请，拢都是拜托啊。为着对抗稻热病，研究人员是一直在研发新品种，但是真菌的演化和变异都真紧。目前台湾上普遍在种的台南11号，本地会当抗病，但是大面积种3-5档了后，佫变甲会去患着病。这摆台高雄1号特别扩大抗病，会当去对抗佫较侪种的真菌，有机会当突破过去的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